今年都31号啦。之前有人陪你跨过年吗？有啊，当然有。是很重要的人吗？嗯，很重要。之前每年的今天啊，我都会给他做好多好多好吃的。他吃完了呢，就静静地陪着我，等待新的一年的到来。佟大律师，你这是在吃让一让的醋吗？原来你说的是让一让啊！不然你以为我说的是谁？原来每年的今天，我都主动申请值班。下了班晚上回到家，就给让一让做一顿大餐，谢谢他一整年的陪伴。今晚我们吃完火锅就撤吧。为什么？就是反正他们也不需要我们嘛，我们也要给他们足够的空间，然后我们2个可以一起跨年。啊？哦，干嘛？有意见啊？没有，都听你的。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好了，丛律师，上班要迟到了。哦，对哦，我突然想到，今晚我们一起骑车跨年吧。好啊，那你几点下班？我来接你。不用了，你先去找他们吧。我想先把今年的事情做完，不然怎么能安心和你跨年呢？我走了，拜拜，开车慢点啊。我在体验共济失调时病患的窘迫程度。什么共济失调？我的骑车不，老大，你没摔伤吧？钟志，你这个车买的次品了吧？怎么没有闸呀？我早上还没喝水完你就走啊？我的小飞不能用普通的刹车方法。老大，你不会骑车呀？那怎么突然要学？你姐说想晚上一起骑车跨年。你早说呀！那你用错车了。你应该借那28大杠，把它往横杠上这么一放，双手绕过它环住，让风轻轻把它的秀发吹到你的脸上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多浪漫！哦，那看来这车我用不着了，物归原主呗。小飞，你好惨啊！我这几个月买手办，已经花了太多钱了，没有预算拯救你，只能辛苦你再坚持几个月。这么多钱，都够咱买一个新的了。哎，老大真够意思。